男人就是靠不住，变心变得这么快。好难受。当时我给他凶手的时候，肯定比我还难过。报应。少城主，少君叫您过去，伺候他更衣，请吧。请吗，少君？正好啊。正好啊。啊。你去给我倒杯茶来。好，好。少君，请。怎么这么烫啊？烫吗？对不起。陈芊芊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拿你没办法？怎么会呢？少君这么厉害，攻占了花园城，软禁了母亲，每天还拿小白瓶来吓唬我。我这条小命可是结结实实的攥在少君的手里呢。陈芊芊，你知道就好。你就算是死，也得死在我手里。你休想踏出岳礼府一步。去，把我的衣服熨烫好了，有一点褶皱，你今晚就别想睡了。做家伙这件事，真是从古至今从未变过。胃子好痛！城主在休息，二郡主请回吧。为什么我进不去母亲的卧房？你什么时候把守卫换成自己的人了？二郡主与城主血浓于水，万一哪天突然心软反水，我怎么也得留个人质在手上吧？对你来说，陈芊芊不就是人质吗？有她一个，难道还不够吗？陈芊芊威胁不到二郡主，是韩少君心软了吧？你我原本约定，从母亲手中拿到让位公文，可现如今。母亲却迟迟不肯下令。公文可以伪造，但城主印不行。没有城主印，那群老官又如何认我这个新城主？如果城主一直不肯交出城主印，二郡主打算怎么办？母亲一向疼爱陈芊芊，可以用陈芊芊性命为要挟。母亲一日不交，我就断她一根手指。送到母亲面前，过不了3日，母亲定会交出城主印。就看少君你舍不舍得了。二郡主还真是一个好姐姐。你果然心软了。别忘了你我的盟约。倘若我无法做城主，那座黑水矿，你也休想得到。我心中自然有数，定会助你得到城主印。只要你不食言就好。你虽然有玄虎的人马，但我也有花园的护城军。
可千万不要伤了和气才好。